北京时间1月11日 ，NBA 常规赛结束了一场焦点大战，篮网客场108比114不敌开拓者，爆出冷门。此役哈登、阿德、利拉德、麦克勒姆等人均缺席。欧文继续打客场比赛，比赛中双方的分差始终没有被拉开，两队鏖战到了末节，依靠着麦克勒莫和考文顿的三分球，残阵出击的开拓者成功拿下胜利，爆冷击败篮网。数据统计，篮网杜兰特26板10板5助2段，本布里4分，杜克5分，欧文22分8板4助，托马斯21分3板3段，夏普14分7板，开拓者利特尔13分5板，考文顿21分4板，努尔基奇14分8板2助，麦克勒莫17分5板，西蒙斯23分6板11助，埃勒比9分5板。焦点镜头，哈登将因左膝过度伸展缺席比赛，篮网主帅纳什钦称哈登预计能出战与公牛的比赛。比赛回顾，第一节，努尔基奇两罚中1，杜兰特跳投命中，麦克勒莫和欧文先后命中三分球，努尔基奇两罚全中，杜克和西蒙斯外线也轰进，杜兰特两罚全中，努尔基奇勾手得分，利特尔两罚中1，考文顿和麦克勒莫连续砍分，欧文跳投打进，西蒙斯上篮打成2-1，欧文助攻托马斯命中三分球，考文顿两罚全中，托马斯外线在中，利特尔和努尔基奇两罚全中，欧文连续得分，利特尔两罚全中，沃特福德空切暴扣，埃勒比上篮将优势拉大到8分，杜兰特三分球止血，史密斯跳投打进，首节战罢，开拓者33比26篮网。第二节，欧文命中三分球，埃勒比的勾手和夏普的暴扣对着砍分，史密斯跳投打进，约翰逊还以颜色，埃勒比抛投命中，杜兰特连续两罚全中，努尔基奇勾手打进，爱德华兹命中三分球，夏普两罚全中，篮网42比41反超比分。利特尔抛投之后，杜兰特两罚继续全中，杜兰特跳投得分，考文顿滑翔上篮打进，麦克勒莫两罚全中，欧文命中三分球之后，西蒙斯抛投得分，杜兰特和考文顿轰进三分球，夏普补篮打进，本布里飞身上进，杜兰特跳投扩大优势，托马斯补篮得分。上半场结束，篮网62比53领先开拓者。第三节，克拉克斯顿暴扣，麦克勒莫的三分把握住了机会，西蒙斯外线出手也中，杜克飞身上进，西蒙斯和杜兰特先后跳投得分，欧文半截篮投进，考文顿命中三分球，西蒙斯摘板抛投得手，本布里补篮得分，欧文跳投打进，考文顿和麦克勒莫三分球将比分扳平，杜兰特跳投止血，考文顿追身三分球实现反超，托马斯补篮打进，利特尔三分命中，爱德华兹和托马斯冲击篮下得分，利特尔再中三分球，泽勒补篮得手。三节战罢，篮网81比87开拓者。第四节，欧文空切上篮打进，爱德华兹补扣很霸气，沃特福德飞身上进，欧文跳投得分，泽勒勾手成功，夏普打成2-1，埃勒比命中空位三分球，史密斯放篮得手，托马斯打板成功，杜兰特和西蒙斯对着砍分，西蒙斯助攻努尔基奇得分，托马斯抢断一条龙上进，努尔基奇放篮打进，尼尔斯三分球缩小分差，麦克勒姆、西蒙斯和考文顿连续命中三分球，开拓者成功拿下胜利。两队首发阵容，篮网杜兰特、尼尔斯、欧文、克拉克斯顿、本布里，开拓者西蒙斯、麦克勒莫、努尔基奇、考文顿、利特尔。